零胰島素食物清單，加速減脂嘅秘密。想快速減肚腩、燃燒體脂，關鍵就係食呢個零胰島素食物。胰島素會將碳水變成脂肪，阻礙減重。呢啲食物幾乎唔刺激胰島素，令到身體進入燃脂嘅狀態。推薦嘅清單超實用啊！蛋白質，雞蛋啦、牛肉啦、雞肉啦、豬肉、內臟、豬皮，避免加糖啊。純脂肪，奶油、豬油、椰子油、橄欖油、牛油果，完美嘅燃脂來源啊！低碳水嘅蔬菜，菠菜啊、蘑菇啊、芹菜、黃瓜、花椰菜，每杯5到3克嘅淨碳水。其他例如檸檬啊、芝士啊、茶啊、咖啡啊、無糖甜味劑啊，好似呢個赤醋糖醇啊、甜菊糖咁樣。重點係蛋白質，每餐控制喺7至8克，一日1至2餐就更加好啦。配搭呢個生酮飲食，效果加倍。純脂肪唔升胰島素，直接轉能量。纖維蔬菜亦都唔會觸發嘅。從今日開始食多啲呢啲啦，避開碳水就可以明顯睇到腹部變平。健康減重靠低胰島素飲食，試下啦。